참말라 참주 다시 들으셔야 이. 首先向各位来说声扎西德雷。근데 지난주 뭐보시게我是这个我讲我是把毛毛都。在座有多位应该都认识我，我也觉得有很多位是面熟的。근데我是把个把它了，给这些的别答对我要的。彼此熟识的话，讲话是非常方便的。근데给这些了，搞来刚样用什么来？所以今天的演讲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困难。근데这当给这些个查证生给的，근데去那边西沙达都长沙了嘛，干嘛办就是？那安排今天的座谈，主要呢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班鸠拉玛。班鸠拉玛你근데 파유 집바래, 근데 마롱까지 추주 집바래。班鸠拉玛和我呢是同一个家乡，也是同一个传承的。我呢你怕做근데 파유니 통용메란 리보怕做리치고 근데 그 근데 자원에没。可实际上呢，我们两个在故乡，彼此之间既未曾碰面，也不熟识。근데 콩 지당 다 템발라 세그로아 샤진 락삼다 라바다 바론까지라 가진 유베케자 근데 나 자갈 데데 값스 마보 고용요。当我住在印度的时候，听到很多他对于佛教上的努力，特别是对巴隆嘎居在弘扬上的努力。근데 콩 그냥 다 맹 마보 고용요 아래。而他也曾经听过很多我的名号。근데 값이 가지고 뭐람 도지 되는 초대 값서 콩팩 도세 가라 롱 가지고 저와시게 랍서。有一次在菩提迦耶的祈愿法会时，有一位这贡嘎居的喇嘛跟我说，班鸠拉玛来到了这里。근데 나 토고라네 니 근데 맞을래 탱당부 토이 되리。他说要跟我见面，那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的见面。근데 뒤값은 콩로 레와시 제버리。那个时候我对他提出了个要求。나 태윈의 용의 태윈의 용야 때 때니 빼차 자면 대처야 그 치도 용의 갑디네 갑설라 때니 대세가 강바시 탑대다 사야 그 사마데 제 투구를 왜 나위。我说我想要去台湾，为了要能够写一部论著，想要去台湾。那个时间的住的房子跟吃的食物，你是否能够为我提供呢？人对的这图的老不能空的。他说那当然，我绝对可以提供的。但我用呀的你都就什么了用的。接着我在2013年的时候来到了这里。但我没在了台湾的用啊挺当不的嘞。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来到台湾。但갑디呢갑说了，但干嘛帮着个去说了，我到我接当你们接怎么的？那个时候我在班鸠拉玛的中心待了1个月0一天。갑디才了，但我嘛当杀青酒，但别像忙着我送这呢，迎着吃节啦，怎么些这都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写了有关于中论、大手印跟师生法有关的文字，大约8万字。thế lúc mà người lấy cả để做的thế nên ngã phá lỗ xong rồi nhà rồi ya ta man rồi ya ta cái gì xe ya ta số早晚的没。那一年我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些了，并没有再去其他任何地方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但你都拒绝的时候那样，但他跟我是吧做干嘛办就当没现在学识个都的，也那样，但俺让用样个都是托马上。
在2014年的时候，一些我的朋友及班鸠拉玛也都要求我再度来台湾，但是那一年却没有办法成行。但呢，大陆啊，永听台湾的永听你把的你都中啊落了，对不对？今年2015是我第2次来台湾。这当上班那些是吧？现在大陆样的呢，台开始些这什么送的，现在样找这个要不马车呢，大陆刚人马送。如果以原本的想法来说的话，也是想要写一本书的，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准备不足，所以这个就没有完成。但呢，大陆去做卡了呀，从我西边个去做卡了呀，着忙着，但呢，给这样的线的，到晚你大做出。今年的话，则是往返其他的中心，跟几位熟识的朋友，那就这样过了2个月。但呢，干嘛帮就是个，但你东就什么老呢？上呢，起码出去用不那个说了，空个我西边的说了，出让个，但呢，刚西边的说给这些线上的干那很多了。老板的大陆的呢，读书像你们呢，住呢，这些个人说很多，但俺拉出去不易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大马班鸠拉玛就跟我说，等到下一次你再来的时候，一定要为我一些认识的朋友们来尽你所学的，来开导一下佛法。那个时候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命令。那么在今年也刚好，那么他已经在之前就安排好了这样的一个座谈，所以那么在各方面的准备之下，我们就来为各位讲解。但呢，大的人，但那给这些商人啊，介意了去做了，给这些古巴些有，但产那的呢，大陆台湾啦，的呢给这些啊，的参嘛找呢，的呢就不老老呀一家了。今天在这里座谈，明天会在嘉义有场佛法的开示。那么今年我在台湾的活动就结束了，就要尽速的回到印度。当然啊，个些啊个做的呢，这当现到的，这当呢做的给这些啊的呢，弄下个7-8岁啊的人。今天所要讲的基本上有4个主题，不过最主要的是要来讲解有关于显密的差异。但呢，他弄下个7-8个给家是那样的，牛长着我的，但呢，俺们呢有嘞。有关于显密这当中的差异也好，或者说这当中的所谓的一些困扰也好，这是从古代以来就存在的。他这家个啦，但呢，当不个告诉土蒙了打的吧的，但呢，特吧，穷我是那样的，你这个特吧的嘞，你们特情打了，但呢，上下打了，人别打这什么嘞？大致上来说，在印度最初所共同兴盛的，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小乘也好，或者说就称之为是声闻乘，接着是大乘弘扬的时期，然后就是密法弘扬的时期。呢，怕要了他开始个多就不娘哩生个，但开始我就不娘哩生个，但开始东汉你个娘哩生个，但他马上我送过来。也怕要家了，怕不要。所以在当时的印度圣地当中，有人专修显，也有人专修密，也有显密双修的。但呢，不了去大陆那个说了，但呢，当不多，当多呢，上下那些的，但呢，东汉你个大陆来。至于佛法在西藏弘扬时，首先弘扬的是显教，接着是密法。然后呢，是显密2者都兴盛。呢，第一个那个说了他开始个的呢，俺的要不热了，开始个上下的要不麻热了，但多当俺个把他的呢了的呢，牛的嘛不是车的不嘞？在那个时候，就有所谓的密教是优良的，或者说密教是恶劣的这样的争执出现。因此，在显密这2者之间，他们所产生的争执也好、困扰也好，也是
不断的在出现。那即说就业不定阿德下是呀个大家的了嘛的，破了拍。但呢，第多当俺你不得，刚才这上交南街人把人吧，但呢上秋南对现呢，上秋南中是白下些脏吧的。那之后，一位印度的大学者阿底峡尊者来到了西藏，那么他主张显密是所谓的士夫能够成佛之道，因此呢，他撰著了《菩提道灯》论这一部论著。这些，他那些的，但呢，这当宝贝参考了被偏颇生活的，也那样阿德下个录就都说。就是做的呢，多让年龄些、千年些得把嘞。这部论著呢，颇能够安抚当时藏人的纷扰之心。然而，他的弟子们，阿底峡的弟子们，绝大多数呢，所修持都是显教的教法。但呢，起码他这当嘎当不拉嘛也罢啦，但呢，即说接着没来不说嘛啦，就是吧，但呢，即刚不把个，过度说，但呢，东汉你个刚才这个娘是蓝领头不个，但呢，速度是那样，这没别的点吧的。在那之后，既是噶当派的上师，也是密勒日巴尊者的弟子，名为冈波巴的大师出现了。在他住世的时期，他主张显密，那么是同样可以运用而来成佛之道。